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木脑纵歌之乡陇川。今天一场专属非遗的深度对话呢正在开启。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脑纵歌呢是景颇族的文化瑰宝，同时呢也是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图腾。而撑起这场万人之舞的核心呢，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脑双、脑八。两位老师好。什么是脑双脑八呀？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木脑纵歌是景颇族最隆重、最大的民俗节日。在跳木脑纵歌当中，脑双和脑八是领舞者，脑双是总的领舞者，那么脑八是大众舞队的领舞者。那么脑双呢，他要完成他的脑双的动作，脑八呢，他要完成脑八的动作，每天的衔接，整个舞场次序不乱。在您看来，脑双脑八在木脑纵歌当中到底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走的这个过程当中脑双的步骤是有的52个这个套路，脑八呢30多个。那么我们脑双呢，这个第一场的这个跳的这个步骤是要跳完这个52个步骤。那么这个2场到3场的时候呢，跟脑八的跳的这个5步是一样的。那么第4场呢，又增加了一些动作，2天时间，我们跳的动作是达到了这个70多个动作。所以脑双的作用是核心，也是领舞者的这个角色。周老师，那这个舞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讲究？鼓点和它的舞步那有比较紧密的联系，鼓声这个敲得不好，舞步呢会乱。舞步呢这个线路你跳得不好，这个舞场的次序呢它会乱。整个舞场呢在脑双和脑八的带领下，舞场上的舞步比较规范。木脑纵歌所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庄严，比较严肃，因为我们这个传说当中从太阳宫跳下来的这个我们的历史背景是很庄重的，所以我们跳的过程当中有严肃有庄重的这个带领群众来跳这个万人木脑舞的这个角色，不是乱蹦乱跳的。你们是怎么做到就是在变换当中能够那么整齐的呢？我们刚刚入这个队伍的时候就要求我们要规范性的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一些动作，我们一直都是遵个传承下去。同样呢，新的学员来加入我们的时候，也同样按照我们的老前辈传授跟我们一样的这个动作来规范。潘老师，我们在跳木脑纵歌的时候，脑双脑八的衣服颜色我发现也有很多种，那每一种颜色都代表着什么呢？我们这个脑双脑八这个衣服上，各个地方的这个颜色有点不相同的地方在我们陇川是有的4种颜色。第一个是红色，代表这个太阳；绿色是代表着这个万物的这个绿色。那么这个第3个呢，它是蓝色，蓝色是我们这个天空。第4个是这个黄色，黄色是我们大地的意思。那么脑双呢，第一个是要用这个红色，红色是它是代表这个太阳。黄色的这个呢，我们一般在小范围上来穿这个衣服。那么脑八呢，形成了2个色，第一个是天蓝色，第2个是黄色。在选拔脑双脑八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在选拔脑双和脑八当中，那么首先一条遵纪守法呢，夫妻健在群众当中德高望重，要热爱本民族的文化，这个身体素质要好，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非常感谢2位老师的精彩分享。木脑纵歌是中华民族的非遗瑰宝，
脑双脑巴呢是景颇族独特的文化密码。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专访，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景颇族，了解木脑纵歌的历史厚重感，尊重非遗传统，守护民族文化。同时，我们也诚邀大家走进木脑纵歌之乡陇川，感受非遗魅力。再会。